乡亲是大好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宜兰南方澳啊跨港大桥断桥，有6个外籍渔工不幸死亡，嘛互渔工是毋是遭受到剥削这个问题，搁再搬就台面。长期关心到渔工人权的宜兰县渔工职业工会秘书长李丽华来表示，渔工的薪水真低，无钱通洗厝，所以这个食甲大拢伫个船顶。 工作甲生活环境拢真歹，也毋过渔会嘛跳出来解说，讲因对待渔工都亲像家己人，大家共同拍拼，希望创造双赢。华视采访小组追踪发现，台湾伫个请渔工分做境内甲境外，境内的渔工至少有劳基法的保障，但是境外的渔工伫个远洋工作，毋拿薪水互中介来剥削，这个渔船靠岸了后。 因可能爱搁踮伫个船顶来看船。台湾挖靠着外籍渔工帮咱掠鱼，也毋过咱所食到的好食海产，是毋是都是透过无人道的方法来到咱的岛顶呢？咱做伙来探讨。My dream is a big house. Then my child become like you, reporter. Hindi naman po ma'am, kasi di ko naman po ini-expect na ganun pala ang... 任何一个人，他都有他的人格尊严，哈，他们漂洋过海来台湾，不应该这样被对待。南方澳渔港内底渔船大家咱，咱来甲看伫个船顶食头路的，大部分拢是外籍渔工，咱台湾人都要靠因出力捞竿，才有鱼啊通好食。 我可以睡觉，我睡觉这边啊。来自菲律宾的 Alex， 伊烹这个饭碗已经要到9年了。可以躺直吗？可以。下来吗？可以。哦，你看，这个，哦。弟弟一块2triệu棒，要多一个人原来无轻松。手机啊、电风、假面被，你看会到的都是伊所有的家伙，这都是伊的厝。对 ，This is my girlfriend. She's beautiful. Thank you. 思念家乡时，只会当压头看手机。离开家门要做事，一抓就爱等3年。为着将来好日子，想厝的目屎拢爱吞落去。Because in the Philippines we have no work. 我Philippines我没有读书啊，上面没有读书啊，money那个很贵。因是利用背景啊，人讲啊，在家是日安啊，出外条难啊。 我就是你们的长辈一样，你在我的船上就是我的子弟一样。像这个200多吨的渔船，船上大约有12个床位，而每个床位刚好是可以容纳1个人。船头家伫咧讲，因为海上风影大，船内底空间特别较狭，安尼人才袂出去，毋才袂弄伤家己。有一寡外籍渔工，连续数十年拢伫咧船顶过日子。 就算讲船啊靠岸，因伫咧台湾原来无所在通去，上大的目的是要省厝税钱，所以归去就住伫咧船顶。因为条件比较不好意思，是有些小船伊才10栋尔，啊你10栋伊都无安尼好市场互你困，船顶都无通啊困啊。趁钱爱勤俭，财宝罔加减。不过咱来看，这只船啊环境已经算袂歹咯，有冷气，嘛有电视，休假时阵原来会当自由爬去。 船顶原来将这渔工当作家己的兄弟。Alex 嘛咧讲，伊拄到一个好的船头家，但是有一寡人都无遐尼好运咯。若搭唔着船，未来人生可能会充满伤痕。渔工去年10月7日，南方澳大桥突然放弃，这或者外籍渔工的人权问题，搁再一届互人重视。 无人知影讲，伫个无出海的日子内底，渔船仔内竟然还阁有真侪外籍渔工在住。一条大桥放弃，害12个人受伤，还阁有6个人不幸往生。虽然船头家并无限制因着爱住伫个船顶，不过为着生活讨叹，因拢选择要救伫个船内。不过伫个海上过日子，安尼敢有安全？可是上岸不能居住。 也没有地方居住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薪水那么少，你要寄回家，然后又不想多花钱，也没办法多花钱的时候，你就选择还是住船上。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，雇主会要求你要住船上，
或者是要帮他顾船。这届不幸往生的6名渔工，算是境内渔工，劳动部果管会到，因有基本薪水的保障，船头家原来有帮因投保。不过全台湾也有12000多名外籍渔工，有劳保的人竟然只有4000多人，也有另外7000多人根本无伫劳工保护制度内底，也有另外一种伫台湾境外渔工，当年伫外海做事。政府原来只会当建议，因的薪水一个月是450块的美金，差不多是台票13500块。也就是讲，这渔工若无薪水的保障，连伫船顶做事的安全问题，嘛互人真疑问。像这个，他就是职业灾害，他遭受职灾，然后他在船上，他要上厕所的时候，然后从上面要下来上厕所，走到第2阶的时候就掉下来。很糟糕的是，劳动检查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几个月之后，我通报了之后，他才上船去检查。他才上船去检查，已经经过好几个月。李丽华提出渔业训练船的相片来比对，伊认为渔船内底的船无应该这么矮，而且救生设备原来要有够。伊原来讲，伊曾经捌帮助过渔工，有人原本一个月薪水2万多块，但是扣掉劳保、健保、服务费。也有贷款的费用以外，竟然只会当领到9971块。已经编列了一个预算，就是由渔业署捐赠，要用捐助款的方式捐助给各地区的渔会，去设置跟改善这些渔工的住宿环境。我不知道这几百万、几千万到哪里去了。境外渔工辛辛苦苦拼来的薪水，一站一站向北涉，只是一脚踏上船帮顶，却无人会当来甲斗相共。有一部分的外籍渔工因为劳动条件不好，常常会发生超时、伙食差或者是医疗不足的议题，甚至会有人口贩运的争议。而在国际的媒体上，常常称他们是奴工，还有奴隶。取消渔工上诉费！取消渔工上诉费！处罚违法2雇主！早伫2015年8月，有一名外籍渔工就伫劳动部头前抗议，伊脱北体倒伫狗爪帮顶悬，海上劳工会看海参8字，都是因悲惨的命运。这发展署的官员已经帮我们陈情书递上去。这外籍劳工希望劳动部会当调查，因行扣这些有的无的，到底是有合理无？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睡在船里面，但是夏天就是无法睡，因为太热，我们就是必须要出来在外面那个网子上面睡。我们刚回来，就是老板还要就是叫我们去帮他就是买鱼的部分，但是这个都没有提供食物。来自菲律宾的Joey甲Michael，迄当初向银行贷款差不多新台票16万块，落予中间人要来台湾做渔工。当初合约写甲明，一个月薪水是19273块，是免到煞有影无食。在等的1年半还没有来台，然后再来是因为前面的中介已经给我做一些手续费跟抵钱这个部分，所以我现在就是说我不想回家，为了这一个钱我还没有还。是他一来看的时候都是木头嘛，然后已经破破烂烂的，但是已经签过了他的合约。最重要是食物的部分，你没有吃，没有力气，也是没有办法做的。一鼎暗尾啊配一个罐头，就是一顿饭。若无饭通食，都要去找共乡的斗相共，甚至来去山内底满野菜、果子才食会饱。要困无眠床，只会当伫渔船内底未漏水的所在网球。要洗衫，只有去溪仔边。不过因的活动算起来也够自由，若要比惨，也够较惨的。2016年5月2月，检调人员伫高雄一位民体，发现有81名的外籍劳工竟然被关伫遮。暗时所有地下室拢无空调，只有2-3架电风在吹，衫裤披甲满湿，连窗仔甲门拢去用风洗。他们不讲经济，大概81位渔工里头，大概有
23名涉及有人口贩运的问题。人口贩运就是说他的酬劳非常的低，有人1个月领50块美金。那他们要上班的时候，要上船去打鱼的时候，才从那个安置中心把他接去工作。便所内底翕油锅草只有一个小小的通风口，有一名渔工自他门旁牵纸条在喊救命，这个可怕的环境才不公。我们的受刑人住在监狱里头，已经一床难求，大概0.7平左右。这些人最高密度只有0.49平，连0.5平都没有，像挤沙丁鱼一样。他们是人，我必须这样讲，机器人也不应该这样被对待吧？好，是活生生的一条人。他们在他们的来源国，不管是从印尼、菲律宾哪里来的，他们都是父母的孩子，是孩子的爸爸，是太太的先生。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很了解，面对一个外籍劳工漂洋过海来台湾工作应该有的尊严。监察委员王美玉继续咧追查，结果发现检方起诉了，环境若无改善，1年了也是有渔工互安排住伫个遮。台湾人对外籍渔工无够好，伫国际上已经歹名声响透透，甚至有英国人权团体阁派人来台湾翕纪录片深入调查。Illegal fishing is devastating fish pop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. 2018年时，有渔工咧投台湾渔船复生在以后，就亲像地甲共款，因伫遐做事哪像互当作奴才。其实就是一个台湾人不想要做的工作，那但是它又是一个在台湾这么重要、这么大的产业。这些渔工为了要获得这些工作，他们可能会需要支付中介一笔保证金，变成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工作。就是大家都知道那些渔船其实是台湾的渔船，只是因为它在远洋航行的过程面，在不同的国家其实招募了这种境外渔工。那当然我们给他很多一些不够人道的待遇啊。渔工无人权上大问题，也有台湾政府所规范的中间人系统，由渔工甲中间人签合约，问题实在真多。有人甚至做事领无薪水，愈来有愈侪人关心，咱逐顿在食鱼啊海产，是不是就是透过一站一站的剥削，才会当上岛？漏洞在于是说，我们都刚刚有提到是离岸雇佣，那我们的法律怎么伸手到那边去？这困难在哪里？台湾远洋渔业早伫2015年就叫欧盟提出警告，标明若无改善，远洋渔产品将无法度外销到欧盟。这是影响到规城遮台湾远洋渔船每一年500亿个产值，这时政府才开始紧张。就是我们需要这些劳动力，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忙。那这些人也需要有一份养家活口。相当的一个薪水，如果双方能够互相尊重，那就不会像以前有所谓在船上虐待渔工，然后渔工集体喋血案杀死船长，受害的也是台湾的船长。台湾政府经过3年努力，才解消这个困境。不过对专家学者来讲，安尼改善的步调也是伤过慢，制度原来也未健全。比如说，我们觉得其实渔工不应该住在船上，他应该跟所有的人一样，他应该要有一个安全居住的地方。可是这个实务上来说的话，其实他当然对船东来说，他就是要付出更多的成本。对于外籍渔工来讲，原有要好这渔工有食有住的好头家，实在有够少。若要找有良心的中间人，嘛只会当看好歹运。监察委员王美玉建议，自拍契约开始，就要建立制度。中介、渔工跟船东3方要签订一个共同契约，3方的契约，才免得渔工被雇主跟中介剥削。以后签订这个3方契约的时候，必须录影。讲到上复杂、上歹监督的远洋外籍劳工，学者建议，无定会当将因纳入劳基法的保障。比较熟悉的日本，他会把比如说这些在2017年开始的所谓的渔捞劳动者基本劳动保护规范的这些规定，就是把内国法化，放到他们的相关的劳动法里面。这外籍渔工来到台湾，每日伫海上操劳，台湾的渔业产业拢是靠因在打。因来这只是想要捧一个饭碗，有一日会当欠钱，然后机会佫会当照顾远方的家人。阿姨向强调尊重人权的台湾，敢会当互因平安做事，会当互因完成梦想，公然返去家乡咧。